當維港海風傾訴愛的宣言，當港珠澳大橋見證恆久承諾，依家大灣區嘅婚證唔再滿足於傳統嘅登記形式，全國首個海上婚姻登記處正式進駐灣區郵輪，深圳成為咗全國首個戶外海上婚姻證書頒發點。想令自己嘅登記儀式充滿浪漫，咁就登上呢隻愛的郵輪，譜寫專屬你哋嘅山盟海誓啦！預約指南，浪漫名額梗係先到先得啦！想喺郵輪甲板上面許下你嘅終身承諾，記住以下關鍵：一、打開南山通小程序，點選山海遊戲專區；二、定時搶閘，未來3個月鎖定呢幾個時間，5月20號同6月19號，確實日期要以官方公佈為準。3、深圳國際郵輪母港準時集合，郵輪唔等人，遲到等於放棄資格，建議預早1個鐘抵達。要注意嘅係，郵輪只係辦證婚儀式，而婚姻登記要先去民政局搞定身份證同戶口簿等材料先至得㗎。當你跟住工作人員搭上呢隻灣區郵輪，民政局嘅工作人員就會喺現場見證，浪漫劇情正式開啟。喺郵輪上，深港航線同步啟航，途經維多利亞港、港珠澳大橋，仲可以喺船上開音樂 party、打卡靚相，真係影到停唔到啊！呢個春天，同你嘅摯愛一齊喺大灣區嘅浪尖上寫低你哋嘅山盟海誓啦！